以色列罗纳纳市甲台南市是姊妹市，为了促进双市的文化交流，由 CBSI 花莲以色列文化研究会甲台湾和平纪念馆共同主办的小手大新实践厅的领导关怀系列相片展览，5月8号将伫台南的鸿运文创中心来展出。透过相片，用来看出以色列甲周边的国家，虽然因为宗教甲民族的冲突，不过对着人道医疗的救援，确实使人感动。咱知影以色列伊的地理位置伊的周围周遭有那都是一些不同信仰的也好还是这个历史上拢有真大的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啊，因咩啊伫遮的一寡中国的迄个。这个夹缝中求生存这个这有哪真大家咱会当来好好来学习啊，佮加上咱知影以色列它的国家是它的科技、它的医疗各方面都是相当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这有哪这届有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特展这有哪真欢迎大家会当来安尼来欣赏啊来参观。这摆在小手大新来实践厅。咱来关怀咱的敌人，这毋是干那伫国家尔，伫咱的社会中间，咱嘛真需要。因为要去听一个无可爱的人，要去听一个真歹的厝边，真正毋是咱一般的人会当做。独干那呐，咱来学习这个图片的展览，互咱来看去，这个囡仔，其中有一个真感动人的。除了摄影的展览，另外 CBSI 嘛举办以色列的讲座，甲医疗保健讲座，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踴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